喂，各位街坊，大家好！今日帶大家參觀嘅呢套咧係雙陽台嘅戰鬥機啊，可以話係呢個已經唔係買咗個單位咁簡單，可以話係買咗個天然嘅空調外機。呢個單位嘅防彈正面積一共係125方噶，贈送面積高達30個方，使用率有成98%啊！一共做咗5房2廳2衛1個廚房，南北通透雙陽台嘅格局啊！餐廳嘅陽台曬臘肉，客廳嘅長台可以晾底褲，南北對流勁過大嶼山啊！阿媽嗰啲銀塵，噓一聲就已經吹在大嶼山啦。好啦，全新嘅裝修，大家可以行嚟睇一睇下。呢個燃氣錶連10個方都未有啊！你話咁樣仲唔係乾淨過廉政公署嘅辦公室咩？鎖匙在手，即搶即住。今日朝早你簽約，今日下晝你已經可以喺個陽台嗰度開支紅酒睇星星啦。咁嘅單位你點睇啊？中意嘅朋友右手邊插支旗，點擊後期私信我啦。咁係咁先，拜拜。